荔枝角新地標恆柏地鋪觸目登場。大家好，我係工業部 Kevin， 咁同大家介紹一個荔枝角稀有嘅新樓地鋪恆柏。恆柏係位於昌華街1號，門面開揚奪目，地段坐落於荔枝角核心，步行4分鐘即可到達地鐵站。單位設備有獨立冷氣、3箱電及煤氣供應，可以即租即用。店內設有洗手間。單位建築面積由約549尺起，適合餐飲、零售及展覽陳列室。門面開揚奪目，萬千上班族全日人流保證。唔好以為呢度只係普通嘅地鋪，入到嚟你會發現別有洞天。地鋪連1樓仲有專屬嘅電梯直達，成千尺嘅空間任你發揮，最啱做大型嘅旗艦店。單位1樓嘅建築面積2447尺，樓上嘅特色之處就係全景弧形玻璃幕牆，讓你嘅品牌成為街道焦點。另外呢，佢仲有270度可以捕捉路人嘅視線，慳返8萬嘅廣告費。搶佔創富先機，歡迎立即約睇。